大家好啊，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想今日加快一個突發嘅直播啦。咁就其實都係講緊長和李嘉誠買呢個44個港口碼頭嘅交易咧，可能都有啲變數。呢個其實我喺第一日評論嘅時候咧，都已經提出咗。其實成個交易好似係所謂 win-win-win 啦，就無論係長和，無論係特朗普，無論係貝萊德，以至係巴拿馬政府啦，都好似喺成個交易上，大家都係一個多贏嘅方案。但係我當時已經提出咗，我哋見到長和股價咧係冇完全跟隨成個估值嘅升幅。其實背後咧可能都仲有一啲不明朗，包括係中方嗰個取態同立場，到底佢哋會點睇呢個問題咧？咁當時我都提出咗，其實交易一個好大變數咧，就係中國嗰個取態。咁當然我哋見到其實李嘉誠哥咧，其實喺個交易安排上咧，都係有啲精心嘅部署啊，包括咧佢賣咗44個港口碼頭，但係佢唯一保留咗咧就係中國同香港嘅港口碼頭業務。其實大家睇翻中港碼頭港口業務嗰個增長咧，講緊其實個 EBITDA 係只有3%，其實係遠遠跑輸咧成個集團，講緊1成幾嘅升幅，更加唔好講就係譬如巴拿馬以至係一啲歐洲港口碼頭嘅業務。咁所以如果要買咧，其實第一個應該買就係中港嘅港口碼頭業務。咁但係成哥係選擇將佢保留翻喺長和集團入邊。咁呢個固然可能係有即係佢嘅歷史因素啦，因為始終成哥就係靠碼頭業務起家嘅，講緊係黃埔船澳，大家記得黃埔花園嗰個船咧，其實正正就係黃埔船澳前身嘅一個船澳廠。咁但係更加重要咧，我相信係一個保險嘅安排，其實就係被杜絕咧，避免話即係成個交易入邊咧係出賣國家利益，咁所以先至有咁嘅做法。咁但係我哋見咧就最新咧係講緊大公報咧出咗一篇所謂評論文章啦，就係題目係莫天真密糊塗，其實就係定調即係長和呢啲交易咧就唔係一個普通嘅商業行為，而呢篇文章咧亦都獲得咧係港澳辦轉發一篇評論文章。咁由港澳辦咁樣轉發咧，其實就都幾肯定咧，背後係反映即係北京當局咧對呢個交易咧本身係存在一定嘅不滿態度。因為個文章嘅內容咧，其實都相當到肉㗎。咁除咗講到咧係呢個交易唔係單單商業行為啦，更加係會令中國航運貿易受制啦，甚至係衝擊一帶一路。而睇到文章嘅結尾啦，甚至係將成個交易咧係定調為係一個賣國嘅行為。咁佢講緊可能係一個唯利是圖啦、見利忘義啦、漠視國家利益、民族大義、背叛同出賣全體中國人，咁呼籲咧係有關企業要三思。咁你見到咧，其實個用詞都相當兇狠，亦都可以話即係有戰狼上身。咁你見到咧喺咁嘅背景之下咧，所以我一開頭講咧，其實成個交易本身咧最大嘅變數咧，正正就係北京中國政府嘅取態，會唔會係即係容許即係長和係做呢個交易咧？其實成個交易本身咧，本身就充滿住所謂政治嘅意味。由第一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批評巴拿馬港口咧已經係由即係中方控制，甚至係定調話香港公司就係中國嘅公司，因為如果北京政府落命令嘅時候咧，香港嘅企業咧係冇得 say no 嘅。咁呢個其實某程度上佢又說出咗事實。咁而到特朗普開聲，以至係貝萊德參與呢個交易，講緊BlackRock 嘅董事長芬克，亦都其實喺做交易之前咧，都專登走去問特朗普到底應唔應該做呢個交易。咁直到得到特朗普嘅肯受啦，認為交易係有利嘅，所以先至用咗一個所謂天價嘅價錢，講緊近1500億去買咗呢個長和嘅港口業務。咁你見到咧，其實成個交易本身咧，背後都有好大嘅政治含義。咁當然，正如頭先咁講咧，其實成哥都唔係傻嘅，佢都已經係用晒佢可以用嘅一啲保險機制啦，包括就係頭先講係保留翻中港碼頭業務。咁而
今次交易咧，其實據報道講咧，就唔單止係成哥自己親自參與啦，甚至成個拍板嘅過程咧，都係由李嘉誠本人係做一個好快嘅決定，喺1個月內咧，呢個1000億嘅交易咧，已經係可以完成到。咁你見咧，成個決策過程咧係相當之迅速，而暫時嚟睇咧，似乎亦都冇跡象顯示咧，成哥喺事前咧係有尋求到北京嘅批准或者係參與。咁可能背後咧，正正就係令到即係北京當局咧係感到不滿。咁當然而家暫時嚟睇咧，都係只不過係港澳辦轉發呢篇文章啦，未係去到咧係官方公開發聲批評李嘉誠或者長和。咁所以暫時睇咧，就個交易變數本身咧未係好大嘅，相信仍然都有機會繼續進行落去嘅。但係由即係港澳辦轉發呢篇文章嘅取態咧，都顯示其實官方係有一定程度嘅不滿。當然我諗程度上就冇話當年別讓李嘉誠跑了，即係嗰種指責嘅態度咁嚴重。咁但係始終咧都係北京方面咧都仍然係關切住成個交易嘅進展。咁呢個會唔會對長和未來嗰個股價走勢，以至係未來嗰個業務部署都會造成影響咧？但暫時似乎嚟睇咧，長和未來嗰個關注重點咧，都會係避開呢啲所謂有地緣政治衝突嘅地方，包括可能會係集中喺歐洲啦、英國啦、澳洲啦。咁相對上咧，可能嗰個地緣政治衝突或者引發北京不滿嘅機會咧，係相對會細一啲。咁所以咧，呢個都會係未來長和咧會集中去發展業務嘅一啲重心市場。更加值得留意咧，係我今朝做另一條片啦。香港另一個華資家族講緊係新世界發展，鄭家純因為新世界集團嘅財困咧，係佢需要向北京咧係尋求協助，包括係要求即係4大行公中建龍咧係出手貸款俾新世界。咁你其實兩個比較之下咧，你見到成哥咧就唔需要即係任何北京嘅援助，已經可以衝出世界做到國際化。但係相反咧，鄭家純咧就因為集團嘅財務問題咧，就要向阿爺伸手。我見到有啲朋友留言話，其實周大福企業本身仍然都係非常之多嘅財政資源，咁但係鄭家純咧就唔願意出資，反而係要求係內地出手幫忙。咁你兩個集團比較咧，其實就見到嗰個高下立見。我更加想講咧係啱啱喺政府嘅工作報告，總理李強提出咗話香港需要深化國際合作。咁你講到深化國際合作，其實有邊個香港嘅財團國際化得過長和呢？佢嘅業務遍佈全球，講緊早喺20年前已經係賣橙俾歐洲嘅電信集團，亦都部署咗電信喺歐洲嘅資產，加埋零售、港口、基建、能源，基本上係一個全球化嘅集團。咁但係一個咁國際化嘅集團咧，就反而係被你北京咧視為眼中釘，處處都覺得係睇你唔順眼。咁你未來又話要香港企業國際化，咁到底係如何國際化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俾到企業咧好大嘅難處。我呢個星期亦都喺自由亞洲電台咧寫咗一篇文章咧，係講到底呢個國際化嘅任務，香港嘅官員係咪有能力咧係可以去執行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號。我都會喺下低嘅描述欄咧係講擺埋呢篇文章嘅連結啦。咁希望大家係中意呢篇文章啦。咁另外就係如果係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咧，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啦，大家可以 like subscribe。咁我哋聽日再會。